我係莊家彬，我係新一屆嘅選委會界別嘅立法會議員，我係廠商會嘅副會長，亦都係全國青聯嘅副主席。我就從事過會計工作，之後加入到企業裏邊啦，就參與到製造業啊、地產行業啊。咁而家咧主要係從事創科嘅投資。香港嘅經濟需要轉型啦，咁青年係需要更多上流嘅空間。我想將我過去20年服務商界、服務青年嘅經驗可以帶到議會。喺未來4年，我希望可以運用到我作為立法會議員嘅身份，真正咁幫到香港嘅商界升級轉型，幫助香港嘅中小企可以發掘到更多新興嘅市場。另外喺青年方面，我希望可以培養更多有國際視野、有大局觀嘅青年，希望可以幫助佢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好中意去旅行，旅程中啦，咁我都會去唔同嘅新興國家或者唔同嘅地方，可以考察到當地有啲咩新嘅點子啊，或者有啲咩好嘅政策，我可以帶翻嚟香港。咁對於我喺議會嘅工作，亦都可以俾我多啲靈感咯。咁你提倡咧轉型促發展咧，其實而家咩行業咧係最需要轉型？你喺議會當中咧，你會點樣推動咧？我比較專注當然係製造業啦，因為我自己來自廠商嘅背景，我就希望可以推動香港嘅初創企業，尤其是係我哋製造業升一個台階。入到議會啦，我就希望可以加快香港喺北都建立國際認可嘅中小業轉化平台咧。就可以令到啲廠家啦，或者啲中小企啦，可以盡快將佢哋嘅科研成果嚟產業化，利用呢個中視平台幫助佢哋係做啲檢測將佢哋嘅成個科技去熟成化等等，即降低佢哋嘅成本啦，同埋令到成個流程會更加簡單。咁你作為青年嘅代表啦，又做緊呢啲創科嘅工作啦，咁你對於呢個創新建未來咧，其實有啲咩具體嘅建議咧？香港個創科嘅生態圈係可以話唔夠完整，或者有待完善，所以我希望可以利用我嘅經驗咧，可以點樣可以整合成個創科嘅生態，包括我會建議係點樣可以打造一個大灣區嘅公司同埋我哋所有學校嘅一個聯盟。就希望佢哋嘅科研成果可以同商界提早有結合，引導佢哋去商品化佢個科研成果，達到咧更多青年人咧可以更容易去創業。我覺得香港嘅經濟要再出發啦，首先要穩固我哋本身嘅優勢啦，我哋嘅金融優勢啦。同一個時間咧，我哋都要揾多幾條出路俾香港。15規劃俾香港一個龐大嘅機遇，去令到成個香港嘅經濟咧係再出發。